香港好多老細以前面對嘅係街坊之間嘅競爭，但係今日佢哋嘅對手唔再只係隔離嗰間鋪，而係成個區域嘅消費選擇，而推動呢個變化嘅並唔係某一張車飛，而係跨境成本正在持續咁跌緊落嚟。港島居民而家可以樓下上車，睇下手機，飲啖水。對於唔少港島居民嚟講，經過交通接駁之後，深圳已經進入咗週末消費半徑。上環有站，灣仔有站，北角有站。以前要過海轉車，再排隊過關，成段折騰正在被不斷壓縮。但係我要先講清楚，今集要討論嘅重點唔係交通變方便咗，交通變方便只係引信，真正值得拆解嘅問題喺後面。過去幾十年，香港大量社區商業能夠穩定經營，好大程度上依賴一個優勢距離帶嚟嘅便利。呢種便利形成咗一道天然嘅保護牆，消費者過去往往優先揀距離更近、成本更低嘅選項。而家呢道保護牆開始出現裂縫，填補裂縫嘅材料唔係鋼筋水泥，而係跨境巴士嘅班次口岸嘅通行效率，同埋消費者手機裏面越嚟越精準嘅導航。呢度需要說明，今日討論嘅唔係深圳贏咗，香港輸咗，而係喺交通支付同消費選擇不斷變化嘅時代，任何城市商業都必須重新回答一個問題：消費者點解仲要揀你？我哋不妨先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交通成本繼續跌，過關速度繼續加快，10年之後嘅香港街頭會變成點樣？我哋唔討論深圳好唔好，亦都唔討論香港輸唔輸。我哋要拆嘅係一個更現實嘅問題。當消費者突然有真正嘅選擇權，邊啲行業會被迫重新證明自己嘅價值？邊啲商業模式會暴露自己過往賴以生存嘅優勢？其實只係距離製造出嚟嘅幻覺。而更重要嘅係，呢件事最後到底會唔會改變你嘅生活？你樓下嗰間開咗10幾年嘅茶餐廳，你週末帶細路仔出門嘅習慣，你對自己住緊嘅社區嘅感覺，會唔會跟住一齊被改寫？大家好，歡迎嚟到頻道。如果你鍾意呢種從普通市民角度拆解香港商業同生活趨勢嘅內容，記得點讚、訂閱，開埋個小鈴鐺。你嘅支持會令更加多人睇到呢啲正在影響我哋日常生活嘅變化。先從一個香港家庭嘅故事講起。北角一家4口，爸爸媽媽帶2個細路仔，星期六下晝2點出門。以前佢哋嘅固定行程係咁嘅：去太古城或者銅鑼灣行個圈，揾間餐廳坐低。環境唔算差，但係座位偏窄，細路仔稍微喐下就會踢到後面嗰張台，侍應上菜快，收碟重快。用膳時間被限制喺某個時段之內，因為出邊仲有人排緊隊。對於唔少中產家庭嚟講，一餐飯連食帶飲1000蚊係基本消費。如果想環境寬敞啲，有兒童活動空間，預算要繼續向上走，而且未必喺樓下就揾得到。而家呢個家庭多咗一個選項，同樣係星期六下晝2點，樓下坐上跨境巴士，大人幾十蚊，細路仔可能仲有優惠。交通接駁之後，到達深圳某個大型商場，同樣係食飯。喺部分大型商業綜合體入面，消費者可以獲得更完整嘅一站式體驗，空間更開闊，有兒童遊樂區，菜單選擇更加多，一家人唔使趕時間，唔使同人逼。食完飯之後，樓下有各式親子設施，細路仔玩到盡興，大人揾個地方飲杯嘢休息下，傍晚坐車返屋企，全程花費計落嚟，可能同留喺香港差唔多，甚至更少。但成個下晝嘅體驗完全唔同。當然唔係深圳每一間鋪都比香港好，亦都唔係香港每一間餐廳都空間狹窄。
而係喺某啲家庭消費場景入面，深圳提供咗一個過去香港較少出現嘅替代方案。呢個家庭唔係唔中意香港，唔係唔想支持本地消費，佢哋只係喺一個普通嘅星期六下晝，面對兩個選項，做咗一個對自己家庭最合理嘅決定。而當越嚟越多家庭開始擁有類似選擇嘅時候，商業競爭規則亦都會發生變化。呢度需要講明一個重要嘅前提，問題唔係深圳突然間變強，而係香港本地消費環境本身已經存在唔少壓力。北上消費唔係問題嘅根源，佢更加似係令到原本就存在嘅壓力更快咁暴露出嚟。呢個前提好重要，因為我哋接住落嚟要拆解嘅商業邏輯，唔係要證明邊個贏邊個輸，而係要睇清楚，當消費者終於有咗比較嘅機會，邊啲生意會首當其衝。有一條商業規律，聽起嚟冷靜，但係佢係理解成件事嘅關鍵。消費者嘅忠誠從來唔係無條件嘅，佢哋忠誠嘅對象唔係某個地方、某個品牌、某間老店，而係自己嘅需求有冇被更好嘅滿足。過去香港本地消費有一個巨大優勢叫方便，你住喺度自然就喺度消費。但當深圳變得足夠近，方便呢個優勢就開始從絕對值變成相對值。以前係方便同唔方便嘅比較，而家係你樓下嗰間鋪同更大範圍內更多選擇之間嘅比較。近年深圳各個陸路口岸客流持續回升，長假期間跨境客流可以達到數十萬人級別。呢度需要解釋下，統計口徑通關量指嘅係出入境人次，同一個人來回計兩次，而且包含咗旅客、商務、探親等各種出行，目的唔係全部都係去消費嘅。與此同時，港人北上消費嘅話題同相關商業觀察明顯增加，尤其喺餐飲、娛樂同生活服務領域，而且消費嘅性質變咗早期北上係去買嘢、食平嘢，而家越嚟越多消費已經從單純嘅購物轉向整體生活體驗，帶細路仔玩一日，做美容護理、按摩、睇展覽、安排短途旅行。呢啲唔係為咗一件商品過關，而係為咗成個下晝或者成日嘅生活體驗過關，競爭嘅維度升級咗。但係與此同時，一啲具有特色嘅香港品牌仍然保持增長，佢哋冇加入價格戰，而係選擇強化自己最擅長嘅嘢。呢個現象我哋稍後會詳細拆解，因為佢可能藏着香港社區商業未來最重要嘅出路。翻嚟最核心嘅矛盾先，好多香港小老闆唔係唔知道啲客點解走，佢哋知道，問題係佢哋唔可以簡單咁將租金劈一半。呢句說話講中咗成件事最核心嘅矛盾。消費者做選擇嘅時候睇嘅係最終獲得嘅價值，但商戶做經營嘅時候面對嘅係一個被鎖死嘅成本結構。拆開一間香港普通茶餐廳嘅賬簿，收入靠每日早午晚市翻台，支出嗰邊租金佔大頭，跟住係人工、食材、水電、牌照、維修、保險，仲有好多零零碎碎嘅費用，入面相當一部分係固定成本。無論今日有冇客，燈要開，人要請，租要交，老細每朝早開門，唔係由零開始，係由負數開始。佢必須先追翻今日嘅固定支出，先開始有利潤。喺咁嘅結構之下，降價唔係一道數學題，而係一道生死題。將一份套餐由80降到60，啲客可能會多，但係毛利直接斬咗一截。如果客人增加帶嚟嘅額外收入冇辦法覆蓋毛利損失，就會陷入一個餐飲業最經典嘅困局，生意越做越旺，老細越來越窮。所以香港餐飲業而家嘅情況係唔同層次嘅，食肆受到嘅影響並唔相同。
高端餐飲賣嘅唔只係食物，仲有品牌、環境、身份象徵同社交價值。呢一層受跨境消費嘅衝擊相對有限，低端消費、街邊小食、兩餸飯、快餐，因為價格本身已經壓到好低，對於極度價格敏感嘅客群嚟講，過關嘅時間同交通成本反而顯得唔划算，所以仲可以守住基本盤。相比之下，中端消費可能係目前壓力比較明顯嘅一層，300-400蚊一餐，環境普通，服務普通，選擇普通，但係價錢又唔算平。呢類餐廳嘅問題唔係貴，亦都唔係差，而係消費者揾唔到一個必須揀佢嘅理由。當深圳出現大量替代選擇之後，消費者第一個攞嚟比較嘅就係佢哋呢個就係商業上成日講嘅中間嗰層陷阱。你唔係最平，亦都唔係最好，你卡喺一個尷尬嘅位置，而呢個位置喺競爭範圍擴大之後，最容易俾人攞嚟對標。而終端消費嘅問題唔止出現喺餐飲，美容行業同樣喺度經歷呢個變化。過去附近嘅美容院靠嘅係熟客經濟，優勢在於熟悉、方便、信任。但係而家當深圳嘅美容機構可以提供更大嘅空間同更多嘅項目，消費者自然開始喺心入面重新計數。同樣嘅錢，點解要喺樓下做一個普通護理，而唔係花同樣嘅交通時間去體驗一個唔同嘅服務？就為貧困休閒娛樂，好多行業都喺度面對類似嘅拷問。以前補習社靠距離，而家線上課程加上跨境教育資源同時出現。以前週末嘅選擇係戲院、商場、餐廳，而家深圳嘅大型商業綜合體將食飯、娛樂、親子展覽打包成一個完整嘅一日體驗。消費唔再係買一樣嘢，而係買成日嘅生活。當消費者開始用成日而唔係一餐飯嚟比較嘅時候，競爭嘅根本邏輯就變咗。有一種聲音話，將香港小店經營困難全部歸咎於港人北上，其實係一種卸膊。呢個批評必須認真對待。香港零售餐飲面對嘅壓力從來唔係單一來源，人口結構喺度變，年輕消費者嘅數量同家庭組成模式同10年前唔同，消費數碼化浪潮亦都喺度分流緊實體店收入。外賣平台、跨境電商、直播購物，每一樣都喺度重新分配消費者嘅荷包。再加上過去好多商鋪係喺租金高峰期簽落嘅長約，而家就算租金回落，歷史成本仍然偏高，而人工成本上漲嘅壓力對餐飲業嚟講，可能比租金更攞命。廚房少一個師傅，成個出餐流程就受影響，但係請人嘅成本越嚟越高，所以北上消費唔應該被描述成壓垮香港商業嘅單一原因。更準確嘅講法係，佢正在加速一個原本已經存在嘅商業壓力。佢好似一劑催化劑，將嗰啲本來喺成本模式差異化上有問題嘅生意，更快咁推到臨界點。深圳唔係問題嘅製造者，佢只係令到消費者終於有咗真正嘅比較機會，將問題全部歸咎到深圳身上，既係一種誤判，亦都會令我哋錯失睇清真正問題嘅機會。呢種比較機會喺過去係被距離同心理門檻封印住嘅。商業分析入面有一個概念，講嘅係消費者完成一次消費之前需要付出嘅額外成本，包括時間成本、交通成本、資訊成本、心理成本，呢啲所有加起嚟構成咗一道無形嘅牆。以前香港人去深圳消費需要提前計劃、查路線、預留大量時間，過關排隊嘅不確定性令人卻步。好多人諗起呢啲麻煩就會話算啦，下次先。而家跨境巴士加密口岸，效率提升，電子支付無縫銜接，手機導航精準到米。
餐廳可以提前上網攞號。呢啲所有一齊發生之後，嗰道牆開始出現裂縫。以前嘅問題係我要唔要去深圳，而家嘅問題係點解唔去深圳？兩個問題之間只爭幾個字，但係對商業嚟講係完全唔同嘅世界。於是乎，我哋見到一個好得意嘅現象：香港商鋪市場出現租金下調，部分非核心區域仍然面對鋪位空置壓力。按照傳統商業邏輯，租金跌應該會吸引創業者進場，鋪位重新被激活。但係現實係租金跌咗，創業熱情並冇同步返嚟。呢個反過嚟講明，市場擔心嘅唔係成本問題，而係收入預期。一個鋪位值幾多錢，唔係睇佢以前租幾多錢，而係睇將來能夠產生幾多收入。如果以前月租10萬，每日有300個客經過，而家月租降到6萬，但係每日得返150個客經過，呢個鋪位依然可能唔值得租。平嘅成本唔等於好嘅生意。呢個係商業世界入面一句殘酷但真實嘅說話。商鋪市場正在出現明顯分化，核心區域嘅優質鋪位，特別係嗰啲受益於品牌調整同高端消費嘅區域表現相對穩定，但非核心區域同民生商圈繼續承受壓力。呢個唔係成個零售市場一齊沉船，而係喺度重新排序緊。有啲鋪位跌價，唔係因為整體市場唔好，而係因為嗰個地段所依賴嘅消費模式正在被替代。呢個就係點解喺同一個香港有啲地方依然排長龍，有啲地方卻出現吉鋪。一個現實矛盾係唔少居民既希望保留熟悉嘅社區商業，同時亦會根據價格同體驗做出自己嘅消費選擇。呢個唔係虛偽，呢個係人性。消費者冇做錯任何嘢，佢哋只係喺為自己有限嘅家庭預算同時間做出最合理嘅分配。商戶亦都冇做錯任何嘢，佢哋只係被困喺一個冇辦法彈性調整嘅成本結構入面。真正改變嘅唔係某一方嘅道德水平，而係競爭規則本身。過去香港商業賣嘅係方便，未來必須賣不可替代。呢場競爭規則嘅改寫，對普通香港人嚟講，同時帶嚟好處同代價。好處好明顯，作為一個消費者，你嘅選擇半徑擴大咗，你可以用同樣嘅預算獲得更豐富嘅體驗。你嘅議價能力強咗，以前香港某啲消費貴，你只能夠接受，因為附近冇替代方案。而家你有得揀，市場自然會回應呢種選擇權，但代價係你生活緊嘅社區可能會變得唔同。你樓下嗰間開咗10幾年嘅茶餐廳，可能有一日突然間貼出結業通告，你習慣去嘅嗰間家庭式美容院，老闆娘同你講下個月唔做啦。你每日經過嘅嗰條街上面熟悉嘅鋪頭，一間一間換成短期租約嘅特賣場，或者乾脆吉咗喺度。呢啲變化唔會出現喺政府公布嘅零售總額數字入面，亦都唔會出現喺入境旅客統計報表入面，但佢會真實咁改變一個社區嘅機理。講到呢度，我哋必須認真咁問一句：如果香港人越嚟越容易去到深圳，10年後嘅香港街頭會變成點樣？唔係香港整體會消失，而係高度依賴便利性生存嘅嗰部分社區商業可能會經歷一輪明顯嘅洗牌，而呢場洗牌嘅結局並唔一定係壞嘅。有啲香港小店已經喺度嘗試回答呢個問題。有一類茶餐廳唔再同深圳鬥平，而係將80年代香港懷舊設計做到極致，成為打卡熱點，賣嘅唔只係一餐飯，而係一種香港情懷嘅體驗。有一類街市檔口轉型做特色食材專賣，配合社交媒體做內容行銷，吸引跨區甚至跨境嘅客群專程過嚟揾。
有一類美容院唔做低價競爭，專攻特定膚質護理，靠口碑累積穩定客源。佢哋嘅共通點係唔再將位置當作唯一嘅優勢，喺位置之外重新建立起一個別人難以複製嘅價值點。佢哋唔再等啲客經過，而係令到啲客覺得值得專程嚟一趟，將來能夠生存落去。而且生存得好嘅香港小店，可能唔係嗰啲抱怨深圳太便宜嘅，而係嗰啲回答咗點解一定要嚟我呢度嘅人特色、品質、社區、連接、文化體驗，呢啲唔能夠被標準化複製嘅嘢，先係香港商業真正嘅護城河。對於高度依賴便利性嘅消費行業，呢種分化會越嚟越明顯。平庸會被淘汰，獨特會被獎勵。對於商鋪業主嚟講，過去幾十年買鋪、收租等升值嘅邏輯正在被重新定價。一個鋪位真正嘅價值唔再係佢嘅面積同門面闊度，而係佢連接幾多真實而且持續嘅消費訴求。如果附近居民嘅消費時間被分流，就算呢個鋪位過去係黃金位置，將來嘅收入預期都需要重新評估。商鋪市場會進一步兩極化，真正稀缺嘅位置同商業生態依然有人爭住要，而普通民生鋪位可能要經歷更長週期嘅調整。對於想創業嘅後生仔，鋪租跌本身唔係入場嘅充分理由，平嘅鋪位只係降低咗入場門檻，但係冇解決核心問題。你嘅客係邊個？佢哋點解要揀你？如果你嘅產品同服務喺深圳、喺網購平台、喺大型連鎖店都揾到類似甚至更好嘅替代品，咁你嘅差異化喺邊度？創業最危險嘅一種心態，就係見到人哋以前做呢個賺錢，所以自己又去做。嗰個市場已經唔係10年前，嗰個市場複製人哋尋日嘅成功方程式，好可能剛好踩入一條正在閂埋嘅通道。呢場深港消費變化，最後影響嘅唔係某一家鋪、某一個行業，而係一整代人嘅商業思維。城市邊界曾經係最好嘅商業保護傘，你喺呢個城市有需求，就只能夠喺呢個城市滿足。但係而家邊界變得模糊，保護傘唔再密不透風。呢個變化對於習慣匿喺傘下嘅人嚟講係挑戰，對於願意行出去重新建構自己價值嘅人嚟講係機會。深圳唔會取代香港，香港亦都唔會因為一條巴士線就衰落。真正喺度發生緊嘅係兩個城市之間正在形成更複雜嘅消費分工。但係如果我哋將鏡頭拉遠少少，會發現一個更深層嘅變化正在發生。真正改變香港嘅唔係深圳，而係香港第一次進入冇距離保護嘅競爭時代。要理解呢件事，我哋需要回頭看一個根本問題：香港過去點解可以形成高消費？答案唔只係香港人有米，而係呢座城市擁有幾個非常特殊嘅結構性優勢。第一，人口高度集中。香港嘅城市結構決定咗住宅、商業、工作地點高度重疊。一個北角居民落樓就係商場附近，就係餐廳。地鐵10分鐘到銅鑼灣。呢種城市密度令社區商業天然擁有穩定客流。你唔需要做得幾好，你只需要開喺啱嘅位置。第二，跨境消費成本長期偏高。以前去深圳食飯要規劃路線，要過關，要轉車，要諗時間。好多家庭嘅心理成本高到足以令佢哋放棄比較。香港商家擁有嘅本質上係一個消費者優先揀近距離選項嘅優勢。第三，香港消費者過去冇一個完整嘅比較對象。以前嘅競爭範圍係北角對銅鑼灣，最遠唔過九龍對新界。但係而家競爭範圍變成咗北角對銅鑼灣對福田對南山對廣州。
競爭嘅基本單位由街道變成咗城食區，呢個變化先至係根本性嘅。所以與其話深圳突然間搶走咗香港嘅客，不如話香港商業第一次被放入咗真正嘅大市場競爭。過去保護香港商業嘅唔係產品有幾強，而係距離製造嘅圍牆夠高。而家圍牆喺度變矮，風就開始吹入嚟啦。咁喺呢場大市場競爭入面，香港最危險嘅係邊啲行業？答案就係我哋之前反覆提到嘅中間層、終端餐飲、終端美容、終端零售、終端服務。任何卡喺價格同品質之間冇鮮明特色嘅生意，都會率先感受到壓力。反過嚟，香港真正唔可替代嘅嘢，恰恰係嗰啲冇辦法被標準化複製到其他城市嘅領域。第一個唔可替代嘅係國際感。一個外國遊客嚟到亞洲，佢揾國際品牌、徵用服務、藝術文化同全球連接嘅時候，香港提供嘅係一種經過百年沉澱嘅國際都會體驗。呢種體驗唔係幾棟新商場可以替代嘅，佢係一種制度、語言、法律體系同人才網絡共同構成嘅生態系統。第二個唔可替代嘅係專業服務、法律、會計、財富管理、企業服務呢啲領域嘅競爭，唔靠空間大細，唔靠裝修新舊，靠嘅係專業能力、行業信譽同國際認可度。喺呢啲領域，香港累積嘅優勢短期內好難俾任何內地城市複製。第三個唔可替代嘅係城市文化。香港嘅飲食文化唔只係一碗雲吞麵，而係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形成嘅人情網絡、街坊關係、社區記憶。呢啲嘢睇唔見摸唔着，但係佢哋構成咗香港消費體驗之中最獨特嗰層問題係：呢啲文化資產可唔可以被轉化成商業價值？可唔可以令消費者唔只係為咗懷舊而嚟，而係為咗一種冇辦法喺其他地方揾到嘅體驗而嚟？呢個係香港商業未來需要回答嘅核心問題。從另一個角度嚟睇，呢場變化嘅本質其實係一個身份認知嘅轉變。以前香港消費者嘅自我認知係：我係香港消費者，我嘅選擇範圍係香港。而家越嚟越多人嘅自我認知正在變成我係大灣區消費者，我嘅選擇範圍係香港加深圳加廣州加佛山。呢個身份變化非常關鍵，因為佢意味住未來後生一代可能唔會再覺得過關消費係一種特殊行為，佢哋會覺得呢個只係去附近城市消費，就好似東京居民去橫濱、紐約居民去新澤西一樣，咁自然城市邊界由心理邊界變成單純嘅生活邊界。呢個心理轉變一旦完成，消費者嘅行為模式就會發生持久嘅變化。高端服務、國際資源、金融、專業領域，香港仍然有好強嘅集聚效應。而日常化、標準化、體驗型嘅消費，大灣區其他城市會繼續提供有競爭力嘅選擇。香港人嘅生活形態會越嚟越似一個雙城或者多城生活模式，收入來源可能喺香港部分消費場景，可能分散去大灣區。星期一至五留喺香港返工生活，週末因應需求選擇留喺香港定係過關。呢種模式對於個人嚟講係用腳投票嘅結果，係生活質素嘅優化。對於城市嚟講，就係逼住本地商業重新定位。喺呢場融合入面，真正被考驗嘅唔係深圳有冇吸引力，而係香港有冇能力喺一個開放競爭嘅環境入面，重新證明自己嘅商業價值。唔係用過去嘅成績表，而係用今日嘅表現。將來香港街頭嘅一啲商業模式可能會繼續調整，可能會出現更加多精品小店、特色餐飲、文化空間、高價值服務。問題唔係香港有冇商業，
而係香港將來留低乜嘢商業。消失嘅係熟悉，唔一定係價值有啲嘢嘅消失，係因為佢真係冇競爭力。但有啲嘢嘅消失係因為我哋冇認真去保護同發展。佢區分呢兩者先至係理性睇待呢場變化嘅關鍵。有一個更深層嘅問題，值得我哋每一個人諗一諗。過去香港最大嘅優勢係呢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夠大嘅市場，你喺度開鋪，自然有人嚟。但係將來香港可能唔再係一個封閉市場，而係大灣區消費網絡中嘅重要節點。當呢個轉變發生嘅時候，香港商業面對嘅就唔再係某一個城市嘅競爭，而係一個全新嘅命題。喺一個選擇自由嘅時代，點樣令別人心甘情願咁揀你？呢個唔係深圳取代香港，而係香港第一次面對一個冇距離保護嘅消費市場。可唔可以喺呢個新環境入面企得穩，取決於香港商業能唔能夠重新揾翻嗰啲別人攞唔走嘅嘢。我真正擔心嘅唔係香港人去深圳食飯同揼骨，而係一啲行業同從業者仲係覺得消費者永遠冇得揀，或者選擇會自己消失。呢種心態先至係最大嘅風險。市場唔會因為你開咗30年就永遠偏愛你，唔會因為你嘅感情就豁免競爭。消費者嘅荷包係最誠實嘅選擇器，佢永遠會投向嗰個令自己覺得更值得嘅地方。好多人唔捨得樓下嗰間茶餐廳，但係週末都係會坐上去深圳嘅車，因為改變商業嘅從來唔係人嘅感情，而係生活選擇。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港人北上消費對你個人嚟講係多咗選擇，定係對你生活緊嘅社區造成咗影響？你有冇經歷過呢種情況？一邊覺得樓下小店閂門好可惜，一邊自己又喺週末考慮過關消費。你心目中10年後嘅香港街頭應該係點樣㗎？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真實想法同親身經歷，我好想睇唔同角度嘅觀察。如果你鍾意呢種從普通人視角拆解香港商業同生活趨勢嘅內容，記得俾呢條片點讚、訂閱頻道、開埋個小鈴鐺，因為你嘅一次點擊唔單止可以令更多關心香港未來嘅人睇到呢類分析，亦都可以令我有更大動力繼續做更深層嘅內容。你嘅每一個留言我都會認真睇，或者你嘅一句說話就係我下一期節目嘅靈感起點。我哋下一期繼續傾，不見不散。